清晨的风吹如花，落入尘世的繁华。爱已来卷风沙，恨不过一生的情。皇上，皇上，大喜呀！下雨了，下雨了！走。穿雨中的他，这一生月光花，能否带他傻的心归家？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明月照我心，掀起迷雾，留下不悔的情愫。一会儿，上苍一定是听到朕的心声了，一定是咱们的血书佛经，一定是这些感动了上苍。朕要谢谢你，这么大的雨，百姓们有救了，我大清的子民有救了。龙小弟！哇！好看！星辰如马，画不穿雨中的他。这一生月光花，能否带他傻的心归家？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半世的光速。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明月照我心，掀起迷雾，留下不悔的情愫。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半龙小弟，世的这个送给你，感谢你为天下的黎民苍生做的努力。是的。之前答应过我的，如果我不同意，你不会勉强我的。你不是已经对朕的意见改观了吗？为什么还如此排斥朕？我承认你是好皇帝，可是我依然觉得，皇上是天底下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。就因为你的青梅竹马，他要是再也不回来了，他要是在外面娶了别的女人呢？
他不会的。你就那么相信他？这跟信不信他没有关系。就算没有他，我们两个之间也不可能。如果现在你面前的不是皇上，只是你的结拜小弟龙三，你还能接受朕吗？只要你还在这紫禁城里，只要你还黄袍加身，只要你还有着东西12宫的嫔妃，你依然是皇上。我不愿意和许许多多的女人共享一个爱人。好，既然在你心中朕永远支持皇上，那朕现在就下旨要你陪朕。皇上，你平时不是挺稳重的吗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孩子气啊？你不是说过要当好皇帝吗？好皇帝怎么能抢有夫之妇呢？朕现在不想当什么好皇帝了，只想当一个好色的昏君。皇上，皇上！李焕，你……皇上，奴婢又冒犯龙威了，请皇上恕罪。你呀，也真是的。怎么样，得了风寒了吧？谁叫你昨个那么得意忘形的？我怎么得意忘形了？你以为康熙真的是真龙天子啊？你抱着他，还能遮风挡雨、驱寒取暖？昨天那是误会嘛。好不容易下雨了，当时龙小弟特别兴奋，所以他一抱我，我怎么忍心推开他？龙小弟特别兴奋，所以他一抱我，我怎么忍心推开他呀？你知道，我看到你跟康熙在雨中紧紧地抱在一起，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吗？朱哥哥，你生气了？可是不是你说的吗？让我接近康熙，顺便打探消息啊。我哪敢生你的气啊？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小师妹，自古帝王最无情，还是大师兄对你最痴心啊！你可千万不能被康熙的虚情假意所迷惑呀！我没有被他迷惑呀，我知道，我只是把他当成我的兄弟，当成朋友。再说了，康熙对我也很尊重，很容让的。环妹，你对男女情事还是很懵懂，所以当局者迷。但是我跟倾城看得很明白，如果你再继续留在康熙的身边，但是心里不跟他保持一定距离的话，一定会发生变故的。小师妹，你可千万不能对康熙动心啊，不然不仅是对不起大师兄，对不起师傅们，更会让你自己万劫不复啊！徐姐姐，怎么连你也这样说呀？我都快被你们冤枉死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儿女情长了。既然大家已经决定继续留在宫中继续打探，那咱们每个人都必须以大局为重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皇上驾到！皇上吉祥！皇上吉祥！微臣参见皇上。都起来吧。谢谢皇上。李太医也在。哦，厉贵人前些日子被鳌拜的刺客所伤，虽然伤势已经复原了，但是伤了元气，还需要好好调养。婉心啊，你侍奉朕尽心尽力，又遭鳌拜暗算，差点没了性命。朕从现在起封你为丽嫔，也算是朕对你的一点补偿。臣妾谢皇上恩典。
爱妃快起来吧。婉心啊，你温柔端庄，举止得体，你父亲呢，又是朕倚重的老臣，这个嫔位你完全当得起。明天朕就着人把你的东西全都搬到永和宫正殿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永和宫的正主了。谢皇上恩典。婉心，身体好些了吗？已经好多了，谢谢皇上关心。那今天晚上就由你来侍寝吧。臣妾遵旨。以前在明珠谷的时候，我有很多想不明白的事情，现在总算明白了。哇，好好看的衣服啊，给我的吗？不是给你的，拿过来，听话。这件衣服啊，是给你雪姐姐的。雪姐姐，1年前她不是跟六师傅出谷去山西执行什么秘密任务了吗？对呀，她执行的任务啊，就是要打扮得美美的。所以这个是给他做的。执行什么任务可以打扮得美美的呀？我也想执行这样的任务。你呀，什么都学不好，18般武艺样样不到家，哪像你雪姐姐啊，又刻苦又听话，派她出去啊，我们放心。再说了，你跟那舒小姐长得也不像啊。舒小姐？什么舒小姐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啊？这是机密，就不要问了啊。知道了。哇！这么多银子啊！四师傅，怪不得他们都说你是咱们明珠谷的财神爷呢，一回来带这么多银子。哎呀，我哪里是财神爷呀？我只不过是个管账的。这些钱呢，是咱们联盟的成员辛辛苦苦挣来的。可是四师傅，咱们既然不缺钱，为什么还要省吃俭用啊？你个小鬼头啊！你瞧瞧你朱哥哥啊，他还是太子呢，平日里不也是照样带头省吃俭用吗？啊？对啊。我知道他很节俭，可这些钱够我们花了，他为什么还要那么节俭啊？哎，咱们要光复大明，光靠谷里这几个人远远不够，我们还要招兵买马，那是一大笔巨款，钱要用到刀刃上，平日里的开销啊，自然要能省则省。哇，四师傅，这金镯子好好看啊，是给我的吗？哎，别，你给我，啊，听话。我跟你说啊，本来你是我们未来的太子妃，这谷里的好东西啊，要优先你和太子用。但是呢，你雪姐姐啊，要出外执行特殊的任务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特意买给她的啊。我就知道，这好任务从来不会派给我，就是你们偏心的。哎，你受得了你五师傅在你脸上动刀吗？啊，把你现在这个样子变成另外一个样子，除了各项武艺，还要练习琴棋书画、歌舞弹唱，你受得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在雪姐姐脸上动刀子，把她变成另外一个人了？明天等你雪姐姐回来，你自然就明白了。啊？哎，小师妹，你喜欢这个金镯子是不是？我答应你，等你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一定送你一个比它还要漂亮的给你。算了吧，金镯子太贵了，咱们1个月才半吊钱，哪买得起啊？你放心吧，我既然答应你了，就一定说到做到。哎，看一下嘛。好，看。大师傅，我回来了。
姐姐，你怎么跟去年走的时候不太一样了？小师妹，我在外执行了1年的秘密任务，就是要努力让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我当时还嫉妒雪姐姐呢，我还觉得雪姐姐每天可以穿那么多好看的衣服，戴那么多好看的首饰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可没有想到，她原来这么不容易。何止是她，我们每个人，又有谁容易了？环妹，你那3次侍寝，也是这样，被抬到康熙寝宫的吧？哎呀，那事儿都过去了，也什么都没发生，你就别再提了。看到康熙召倾城侍寝，你的心里是不是不是滋味？那当然了。不过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吃醋，就是觉得雪姐姐心里的人明明是你，但是现在却要……你别说了，在这紫禁城的日子，对我来说是一次最大的考验。我不仅要忍辱负重，跪拜我的仇人和对手，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去亵渎你和倾城。总有一天，我要把他那双抱过你的手砍下来，让他以奴才的身份跪在我面前。六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六师傅放心，今夜太医院就我一个人值守。那就好。我逼到寝殿，他独自在外殿见了索额图。索额图最近一直在负责鳌拜的案子，深夜进宫见康熙，一定是有什么重大的发现。可他们君臣2人在外殿商议的声音特别小，我运起全身内力，凝神细听，才隐约听个大概。原来，鳌拜这些年一直在暗中经营情报网络，他在吴三桂等外姓藩王以及反清联盟当中都埋伏了奸细，其中就包括咱们明珠谷。早该想到的，倾听这些权贵也不是吃素的。我们在向他们内部渗透的同时，他们也会在我们内部埋下棋子。义父赶回明珠谷清查内奸去了，可是明珠谷上下住着8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签名遗老，要想查出内奸是谁，恐非短时间内可为。还有，鳌拜为了保命，说什么也不肯把这个情报网络交出来，反而在今夜提出了谈判条件。要求康熙赦免他以前犯下的罪过，放他回府，继续由他执掌这个情报网络，并且直接由康熙负责。索额图觉得此事事关重大，所以才会连夜进宫向康熙禀报。康熙什么态度？康熙忍了鳌拜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才险中求胜，岂肯再受挟制？所以他对鳌拜的嚣张很是震怒。但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，随后就命太监把我送回永和宫。但当我离开的时候，我看到康熙和索额图一起走了，估计是去天牢见鳌拜了。罪臣鳌拜叩见皇上。
鳌拜，自朕亲政以来，你可是第一次向朕行跪拜之礼。罪臣以往对皇上不敬，罪臣罪该万死。这么说，你是想明白了？皇上，罪臣是三朝元老，罪臣不愿意看到大清亡国，不愿意看到八旗子弟再退回到山海关外去。鳌拜，你个大胆奴才，竟敢用这么恶毒的语言咒骂大清！难道没有你鳌拜，皇上带着文武百官就守不住大清江山吗？没错。哼，皇上，您瞧见了吧？鳌拜这奴才还是没有丝毫的悔过之心。鳌拜，朕看你还是继续待在这天牢里，慢慢想明白了再说吧。皇上若是连罪臣这样的三朝老臣都不肯放过的话，吴三桂、尚可喜、耿精忠那些降将们，他们心里能踏实吗？这江山虽然表面上兴了爱新觉罗，其实这举国上下到底还藏着多少前明的余孽？皇上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饭要一口一口吃，棋得一步一步下。等朕收拾了你，朕自然会把那些威胁大清的敌人一个一个揪出来，然后清除掉。不，皇上，虽然罪臣威胁到了大清的皇权，可罪臣绝不是大清的敌人。正是因为罪臣不忍心看到大清亡国，罪臣冷静下来以后，这才肯放下与皇上的私怨，愿与皇上共同去对付大清真正的敌人。皇上，你既然已经烧了罪臣与朝中大臣们来往的密信，足见皇上你的度量和谋略。那皇上为何就不能再大度一些，恕了罪臣呢？万一康熙和鳌拜谈判成功，对咱们整个联盟是很大的损失啊！当务之急是必须想办法破坏他们的君臣谈判，抢在康熙之前查出鳌拜埋在咱们明珠谷的内奸，除掉这个祸患。眼下唯一能办好这件事情的只有奕欢了。我看得出来，康熙很在意小师妹，今天突然把我从贵人升为嫔，其实就是为了刺激小师妹。康熙把你升为嫔，关奕欢什么事？大师兄，你先别紧张。正是因为小师妹对男女之事很懵懂，所以康熙才会变着法儿试探她。这也说明了，小师妹对康熙只是结拜之意，没有男女之情。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？现在事态如此危急，我也只能顾全大局了。不瞒皇上，这些年罪臣在吴三桂和反清联盟中安插了不少密探。这些密探只听命于罪臣一人，若是皇上杀了罪臣，他们就会变成聋子、瞎子。哼，鳌拜，鳌拜，朕听明白了。你虽然嘴硬，但是你还是想活。这样吧，你交出你手下的情报网，朕就饶你不死。事到如今，咱们君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皇上让罪臣重获自由，戴罪立功，这情报网由罪臣负责管理，否则罪臣就把这多年来建立的情报网一起带进坟墓。大胆奴才，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跟皇上提条件？你是在要挟皇上吗？不是要挟，是请求。罪臣请求皇上，为了大清，不要再两败俱伤。罪臣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，皇上是不是也该拿出点诚意来呢？鳌拜，你要是真有诚意，就应该先交出大补丸的解药。这大补丸的解药，恕罪臣不能交。那李氏兄妹二人绝非善类，
若是罪臣不能活着出去，亲自查清他们李氏兄妹二人的真实身份，那罪臣就算是拼上一死，也会拉着李氏兄妹二人陪葬，算是为皇上除去这一大隐患，也算是罪臣为了皇上，为了大清国，尽最后一次忠吧。鳌拜，你是不是看到自己死到临头了，想拼着一死，除掉皇上身边2个最得力的人吧？你是想为你自己报仇吧？索土，你若是为着与我的私仇，去包庇那李氏兄妹二人，那你就是在养虎为患，你定会成为大清的罪人。鳌拜，你不用再挑拨离间了。李氏兄妹对朕到底是忠心，还是另有企图，朕自有办法验证清楚。看来皇上还是不肯相信罪臣，但皇上对李氏兄妹多少有了提防之心，那罪臣也可稍稍安心了。既然你不肯交出大不完的解药，那朕也不必再与你谈判。皇上，你可知老夫的情报网从吴三桂、尚可喜、耿精忠3位藩王那里得到的，还有从千名义士的秘密基地里得到的消息，到底有多可怕吗？危言耸听！不，皇上，绝非是危言耸听。只要皇上能够答应罪臣的条件，那罪臣马上就告诉皇上一件有关反清联盟的绝顶机密。皇上，罪臣保证，这条消息绝对值得你放了罪臣的。皇上，如果鳌拜方才所言属实，那他一直向皇上隐瞒这些机密，那犯的是欺君之罪。可如果他说的不是实话，那犯的更是欺君之罪。所以，皇上，你再好好想想吧，为了大清啊，皇上！朱哥哥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挑拨鳌拜跟康熙的关系，让他们君臣谈判失败？不，恰恰相反，我要你想办法劝康熙尽快答应鳌拜的要求，赦免鳌拜，放他回府。我没听错吧？你我来历不明，又有鳌拜从中挑拨，康熙本来就对我们没有完全信任，这个时候，若是再挑拨他跟鳌拜的君臣关系，反而会加重他对你我的疑心。鳌拜老奸巨猾，他不可能真的交出情报网络，他只会自己亲自掌控，但他一定会暗中与手下内奸联系。只要放鳌拜回了府，我们就有机会查出那内奸是谁。哦，那你这么一说，我突然就明白了。朱哥哥，你简直太聪明了！你呀，总算夸我一回了。哎，不过，如果那个康熙再对我动手动脚的，你可别再乱吃醋了。嗯。皇上吉祥。皇上吉祥。皇上吉祥。哼，这个臭龙小弟居然不理我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我想一个人走走。微臣参见丽嫔娘娘。免礼。
一欢去见康熙了，也不知道情形如何。你不必忧心，虽然康熙表面上在生一欢的气，但这也说明了他对一欢很上心，所以小师妹一定能搞定康熙的。师叔姑娘，注意你的仪态，在皇上面前失仪是大罪。我的2条腿都在弹棉花了，我根本站不动了。站不动就跪着，你怎么能这样不成样子的坐在地上呢？快起来，快呀！李德福，奴才在。去看一眼朕的药煎好了没有？这。龙小弟，咱俩好有缘啊！不愧是结拜的兄弟。你看，你也在吃药，我也在吃药。我受风寒了，我刚来之前，我哥哥给我准备了一大碗药，我刚喝了呢。龙小弟，我知道你生我气了，你可以生我气，但是你能不能别不理我呀？好吧，既然皇上不想看到我，觉得我在这里碍你眼，那我走就是了。我走啦。你要过来你就舒服，我再催动内力，逼他冷汗出来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大补丸的毒性发作了？但愿一切顺利吧。如果能早点查出那奸是谁，我们也能早点撤出紫禁城了。那我先走了。等一下。大师兄，有一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，却又不知如何开口。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情同手足，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说。你昨天亲眼看到我被送去侍寝，倾城，你为光复大明的大业，不惜牺牲自己的清白。这份高义，朱慈轩刻骨铭心，永不敢忘。本来我也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，可没想到，其实到现在，我还是个清白之身。来，下面还要喝了。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你不生我气了，龙小弟？我听李公公说，你昨天又要到4更天啊？你身体本来就生病了，这么熬下去哪能吃得消啊？你不是那么讨厌朕，又排斥朕，还假惺惺的来关心朕干嘛？你笑什么？没有啊。我就是觉得龙小弟很可爱。
在大臣面前威风凛凛的样子，原来也有像孩子一样赌气的时候。不过你跟我赌气啊，那你就输定了。从小到大，我爹、我师傅、我的兄弟姐妹，他们跟我赌气，没一个人能赢，都被我气得半死。所以，你还是别跟我赌气了。是啊，你这赌气的能耐是很厉害。一想到那天被你推入荷花池，朕就气得胸口疼。好了好了，龙小弟，别生气了，我给你揉揉，好点了吗？揉揉。干嘛突然对我这么温柔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说吧，你要打什么主意？我就说过，皇上是天底下最难伺候的人，跟你保持距离吧。你说我对你冷淡，我对你好吧？你说我别有用心，那你让我怎么办啊？这说来说去还是朕的错呀！别，不是您的错，皇上是天底下最聪明、最正义的，什么都是你对，是我不对，错就错在，我一心把你当成兄弟，而且为你出生入死，为你挡刀子，但我却没有办法装成痴情淑女，去骗取你的宠爱。朕已经明白。你只是把朕当成兄弟罢了。君子戒之在德，朕不应该太贪心了。放心吧，以后朕不会再勉强你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康熙没有碰你？难道他对你起了疑心？不是，他没有怀疑我，是因为鳌拜和吴三桂都曾选送过不少秀女入宫，意图迷惑康熙。康熙早有察觉，他担心自己沉溺于男女欢爱中，消磨志气，所以虽然他时常宣后宫嫔妃侍寝，但大都只是做做样子。实际上，他全部的心思都在政事上，对男女之事并不上心。没想到，康熙不仅有勇有谋，城府深沉，居然还有如此不同寻常的意志。以前他一心想要扳倒鳌拜，真正掌握朝政大权。可如今，鳌拜已经下狱，还有很多棘手的事情需要善后，他根本无心接近女色，所以他并不是真正喜欢我。康熙不是真的喜欢你，对我们光复大明来说不是好事，但对于你来说却是一件好事。现如今，我已经不需要再牺牲自己的清白向康熙邀宠，就算他非要我侍寝，我自有办法让他无法亲近我，是因为我早就心有所属了。我会一直爱护好自己，不会轻易让人踩着。这里人多眼杂，我先走了，万事小心。李公公，来，给我吧，我来侍奉皇上吃药。苦死了！哇，龙小弟，你太勇敢了！快，趁热把这药喝了。哎，慢着，是淑姑娘，咱们奴才给皇上试药，要把那个药啊倒到另外一个碗里。你这皇上的龙碗都沾上了你的口水，你让皇上怎么喝呀？对不起啊，要不然你再重新煎一碗。不必那么麻烦了。啊！拿去吧。哦。龙小弟，对不起啊，我给忘了，所以没守规矩。没事儿，
朕又不是没吃过你的口水。你忘了，在摘星楼的时候，咱们俩偷吃御膳，那个时候你还带了山葡萄酒。爽。怎么样？哎啊，是好酒。哦，那个呀，龙小弟还记得那天的事儿啊？当然了，朕会永远记得。朕相信，你也都记得。嗯，你这娇羞的样子倒还挺可爱的。对了，那个山葡萄酒呢？还有吗？朕一直惦记着那个味儿呢。有，我还留了一点呢。等过段日子你把鳌拜的案子结了，我拿出来，咱们好好庆祝庆祝。鳌拜，朕正在为此事纠结呢。这有什么可纠结的呀？鳌拜这个人圈地擅权，还给皇上下毒，哪一条不是死罪啊？我看呀，直接把他的罪行公布于众，直接给他，不就完了吗？你当是切西瓜呀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不说别的，就为了你的大补丸之毒解药还在鳌拜手上，朕就不能砍了他的脑袋。是啊，虽然我哥哥一直在研究怎么把大补丸的解药研制出来，一直都不行。而且每当我大补丸这个毒性一发作，就会痛不欲生。龙小弟，你有什么办法能逼鳌拜交出大补丸的解药吗？要让鳌拜交出大补丸的解药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答应他的条件。答应他的条件？凭什么呀？他一个阶下囚，有什么资格跟皇上谈条件啊？傻丫头，这鳌拜可是3朝元老，还救过太宗皇帝的命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掌握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网，那可都是朝廷最重要的耳目。这些耳目都是鳌拜的心腹，受鳌拜的直接掌控。这样杀了鳌拜容易，但是朕就会失去朝廷苦心经营多年的情报网，变成瞎子聋子。那些在暗中反对朝廷的个人和组织，朕也无法掌握他们的动向。所以这就是他威胁你的原因？他要朕赦免他过往所有的罪，朕可以免了他的职务，但是必须由他继续掌握这条情报网，他才会效忠于朕，并且交出大补丸的解药。可是你觉得他真的会效忠于你吗？朕才不会相信他呢。朕被他欺压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想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整顿一下朝纲，若就这么轻易的饶了他，还受他挟制，朕的心里为实不甘心。哎呀，龙小弟，虽然这些国家大事呢我不是特别的清楚，但是我觉得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你是天子，是全天下最大的大丈夫，所以为了江山社稷，偶尔委屈一下也没有什么。再说了，鳌拜最近肯定会跟他手下的那些人联系，你呢可以派人去盯紧一点，等到时候把情报网全都掌握以后，也不迟啊，对吧？你说的对，朕是天子，是天底下最大的大丈夫。为了江山社稷，也为了朕的老大叶欢，朕就答应鳌拜的条件。龙小弟，老大永远支持你。听说皇上被这个李易欢蛊惑得淋了雨，伤了龙体是吗？皇祖母，你别听宫里那些人乱嚼舌头。这孙儿啊，不过就是看到老天终于降下甘霖，这才一时激动，不管不顾的就冲进雨里欢庆了。此事和易欢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再说了，孙儿啊，只是受了一点风寒，已经服下了一剂药，好多了。哎呀，易欢叫得那么亲呐。其实这李易欢没有进宫之前，皇上可不是这么容易冲动的。不管是天大的难事，或者是天大的喜事，皇上都不会情绪失控。
皇上应该明白，龙体的安康就是朝廷的晴雨表。皇上在后宫打了几个喷嚏，那不要紧，哎，这朝廷上下就是几番波澜。皇祖母批评的是，孙儿知错了，孙儿以后再也不敢如此放纵自己了。听说你准备赦免鳌拜，放他回府？对，这鳌拜侍奉我大清王朝3代君王，他的性子，想必皇祖母也是一清二楚。若是硬拼到底的话，最后只会两败俱伤。所以孙儿就答应了他的条件，放他回府。只要他还和他手底下的情报网有所联系，那孙儿就能找到机会。皇上之所以肯赦免鳌拜，不仅仅是出于公心吧？听说这李义欢是中了鳌拜下的毒，这解药是一直没有找到。皇上，你可心里着急啊？皇祖母，这义欢是为了孙儿才中的毒，孙儿自然也想公私兼顾。但是皇祖母请放心，孙儿绝对不敢沉溺于女色。对于这个义欢啊，孙儿不过就是觉得他活泼可爱，又会一些这后宫中人都不会的小技艺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能够逗皇祖母开怀一笑。皇上，你喜欢他，不必拿哀家说话。皇帝嘛，这身边有几个逗你开心的女人，这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只不过是你要记住啊，这古人说得好啊，情深不寿啊。当年你的皇爷爷、皇阿玛，那都是不顾江山社稷呀。多少年来，哀家每每想起来，会为他们惋惜、痛心啊。皇祖母请放心，江山美人，孰轻孰重，孙儿心里有数。鳌拜，朕念在你过往的功劳上，又看在义欢的情面上，饶你一命，改为削职圈禁。从今以后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你不得离府半步。罪臣明白，罪臣定会每月按时送上2颗解药，以保世淑姑娘和李太医的平安。这情报网虽然现在继续由你掌管，但你要是收到了什么重要的情报，必须第一时间向朕禀报。皇上放心，为了回报皇上的宽仁，也为了我大清的江山社稷，更为了罪臣这颗悔罪的诚心，罪臣定会好好的打理这情报网，并随时向皇上汇报。鳌拜，你说你在吴三桂、耿精忠、尚可喜以及反清联盟中都安插了眼线，这么多年，你可搜集到什么重要的情报？皇上，可否先让无关人等回避？你们先退下吧。皇上，这鳌拜虽然现在认了罪，可是他武功高强，万一他突然行刺，这外面的侍卫根本来不及护驾。